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雪櫃、焗爐、爐頭、儲物櫃。飯廳嘅位置放咗個2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出邊就有個大平台，對住就係翠綠嘅遠景，同望到遠處嘅山景。洗手間係明廁，有洗衣機，幾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啦，放咗個入牆衣櫃，出邊對住露台同埋花園同埋遠處嘅山景。主人房有對櫥窗，放咗雙人床嘅入牆床，同埋可以去返出邊嘅露台，對住係花園同埋遠處嘅山景。